今天收到的車鑰匙來自港島的一位粉絲郵寄過來的。今天改裝的是一把豐田皇冠的。來升級我們最新款的液晶鑰匙。收到鑰匙，馬上給他安排檢測一下遙控的按鍵，3個按鍵信號沒有問題。主要是想升級外觀，同時可以升級高配車的功能。只需要用到它鑰匙裏面這個芯片就可以了，因為不用改車、不用拆線的，所以人跟車不需要過來給這個芯片進行一個無損的焊接，將我們提供的每一根排線焊接到芯片的每一個按鍵上。焊接牢固了之後，按照粉絲的要求，拿出這款液晶鑰匙，將芯片給它安裝上去，給它墊好這個海綿，然後擺放好，再蓋上一個後蓋，這樣子一款全新的遙控就可以升級的非常漂亮了。我們來看一下升級的一個液晶屏幕，可以看時間、看日期的，非常的精緻小巧。同時給你的愛車添加了原本沒有的無鑰匙進入，讓你走進車門就可以自動解鎖，離開車3到5米自動落鎖，以及升窗，也可以預約後尾箱自動開啟，同時連接手機控車功能都調配好了之後，我們再來檢測一下信號，因為遙控按鍵信號沒問題之後，才會給你打包發回去，放心使用。